啊，若过来即件，伫即个过年前得到一包大大包的红包，搁较互人欣羡。即个大乐透开奖头彩是2亿4700万，一个人独得。开出着头奖的彩券行伫台中的沙鹿，头家娘是欢喜甲袂顾离。伊讲来买彩券的拢是在地人，拢是100块、200块安尼欠欠啊买。啊，着头奖的迄个幸运的乡亲，当时可能只是想要试一下手气。伊家己应该嘛想袂到，讲会来着头彩2亿外。当当的一罐炮啊，放起来是有够热烈的。台中市沙鹿这间彩券行，旧历春节前开出大乐透的头奖，而且佫是一个人独得的2.47亿。昨天开奖啊，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很莫名其妙有一种兴奋感。结果台彩差不多9点多的时候打电话来，我只要看到台彩那个号码，我就心里有谱了。头家讲进前拢是刮刮乐，经常开奖，一共开出200万、500万的大奖。过即届咧，第一次开出大乐透的头奖，互伊非常欢喜。不少人客嘛拢来买几张彩券，想要来碰一下头奖的喜气。我咧讲，阮兜带新娘刚刚伊刚刚钓。伫过年前得到头奖这个大红包的幸运儿是啥人咧？头家伊感觉有可能就是在地人。得主可能是我们附近在地的几率比较大，可是我们这边外来客也是不少啦。头家讲，彩券行伫10几年前对花莲迎来即阵财神，有败有保庇，经常拢开出大奖。这回也搁伫过年前大乐透的头奖，互头家感觉是有够旺的，希望会当延续好运，互彩券行继续开大奖。